部講解下個禮拜可能會打風嘅事。而家黃色暴雨警告、雷暴警告、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。受廣闊低壓槽影響，明日廣東沿岸仍有驟雨及雷暴。隨着該低壓槽減弱及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廣東沿岸，隨後2-3日該區驟雨逐漸減少，逐轉天晴酷熱。預料一個低壓區可能會在本週中期於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發展，但其後路徑和強度仍然存在變數，有較大機會喺本週後期進入南海中北部，並喺週末期間大致移向廣東沿岸一帶。該區風勢頗大，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海有湧浪。天文台預測佢會喺7月26日星期日最接近香港。而家天文台俾緊佢暫時預測會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，離岸間中6級，高地達7級。星期一仲係會落雨，直至去到星期三都仲係會落雨。我哋睇下地球天氣。呢個係歐洲電中期預報中心。但係歐洲中期預報中心預測佢星期二係最接近香港，喺香港近距離西登掠過。歐中 AI 模式，佢預測佢喺香港近距離掠過西登，但係佢係星期一。風烏尋日係預測喺香港東登陸，但係而家去咗台灣，預測會改變。復興都係喺香港東登。盤古喺香港東登近距離掠過。可以見到呢一天文台呢度寫廣東沿岸一帶，因為而家有啲電腦模式係預測佢會喺廣西登陸，但係有啲電腦模式預測佢喺廣東東部沿岸登陸，有啲係預測係廣東西部沿岸登陸，所以仲係有未確定性。但係天文台喺星期日嘅呢一日係吹南至東南風，即係佢移向咗喺香港西南面，即係西登陸。天文台目前預測佢會喺香港西面登陸。今次嘅風暴講解嚟到呢一度，再見。